为我施行，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少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施舍，使我勇敢的心义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定恒守，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定恒守，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神的爱融化我，深深的火熬炼我，深深的使命占有我，深深的引导我，定恒守，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施舍，使我勇敢的心义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使我勇敢因为我愿为你去。好，我们的早上的领歌到这里。各位兄弟平安。这时，咱要来开始敬拜，请大家安静心来筹备敬拜上帝。
宣调：万国啊，恁着学乐耶和华；万百姓啊，恁着称呼伊，因为伊对咱大施慈爱。耶和华的信息永远伫地，恁着学乐耶和华。即时咱要来信仰告别，请大家起立，咱要用信息头前第12页新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仰。恁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即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即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根头。咱用新的界面互恁，恁就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若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请坐。是请大家甲我做伙来祈祷。阮的天父的爸，阮要搁一届学乐你。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万物拢倚靠你的恩典来徛起。你爱阮，你爱阮做伫阮做罪人的时，你搁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降生伫这世上，为着阮的罪定制十字架，阮得到救赎，搁叫着一切信伊的人不得灭亡，反得永生。感谢主！伫即礼拜，阮参加阮的兄弟将赵亲兄的告别式。阮伫这内面，搁一届要感谢主你，因为伊的结志来信靠你，伊得到永生。毋甘安尼，阮的厝邻，阮的即个大家庭，教会即个家庭，阁得到一个兄弟。感谢主你，阮伫即时也特别为着教会内身体软弱、内心艰难的兄弟姊妹来代祷，求你怜悯因，医治因赐下安慰伫因的心上。阮也为着伫外地求学，也是今日因为工作无法来教会的兄弟姊妹来代祷，求你顾守因、扶持因，并赐下平安伫因的身上。阮伫天的爸，阮即时嘛要恳求主你，伫即回苏俄入侵乌克兰的时，保守乌克兰即个土地的人民，互因除去因心中的惊吓甲不安。互即两国的战争会当紧紧恢复和平。阮也要恳求主你，伫即届病毒侵害台湾的时，保守台湾即个土地人民，除去阮心中的惊吓甲不安。求主，互阮伫这危急的时阵，阁会晓谦卑祈祷，来超找主你的帮助，互相代祷，互阮得到主的赦免甲医治。阮伫天的爸，阮也要伫即时同心合意，搁来一届恳求主你眷顾阮，互中兴教会。求主你用你的圣灵来感动阮每一个人的心，互阮所兴起的每一项教会事工，拢会讲利益人，荣光主你的性命。阮也伫今日，搁一届来主你的殿堂，要来学乐你，感谢你。阮今日的所有的敬拜，拢诚样做你所欢喜的。阮安尼恳求甲祈祷，感谢拢是奉主耶稣的圣主名来求，阿免。即时咱要来学乐，咱今日是要由咱主日学的小朋友甲老师做伙来吟，每一天爱感谢，咱请。
咱感谢主席学甲主席学的老师所今日的学落。我想大家拢知，咱的老师主席学老师是毋是比咱的小朋友搁较济？无要紧，因为主讲，该像咱小朋友相共，遮天真，遮可爱，要活成主，安尼人才会当得救。即时，咱要来享受上帝的话。今日咱要看一段圣经，是记载伫新约路加福音第18章，咱要对35节看到35节看到43节。摕台语汉译本的人，请掀开93页；摕国语和合本的人，请翻开110页。找到人，请恁注意来听，我来念。路加福音第18章的第35节，安尼讲。近耶利哥的时，有一个青面的坐伫路边伫乞食，听见济人经过，就问是虾米代志。人甲伊讲，拿撒勒耶稣对遮过，伊就嗷叫讲：代表会啊，耶稣可怜我。头前行的人责备伊，教伊着真真。若是伊一发大声嗷叫讲：代表的会啊，可怜我。耶稣停骹，甲人牵伊来，已经近我，就问伊讲：爱我甲你做啥物？伊就讲：主啊，我爱得到看见。耶稣甲伊讲：你通得到看见，因为你的信有救你啦。伊念面就得到看见，就对耶稣归荣光上帝。即人看见就拢归荣光上帝。即时咱要来请蔡长老来分享讲道。而今要分享的题目是：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要爱我为你做啥物？咱请蔡长老。当你说天国就是来就近天国的是小孩的，我们真的看到这么美丽的小天使的唱歌，让我觉得说我们就非常的有希望。真的非常谢谢主日学的老师们愿意奉献他们的心力，也谢谢这些小朋友们得到最大的福分。我们一起来祷告。谢天，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时刻能够相聚在一起。主人恩典是何等的大！礼拜四我们送少先兄到主你的怀抱里面，我们看到整场的感恩礼拜都是主你满满的祝福。求你特别照顾雨律、雨倩、雨芳，他们在新加坡的生活能够得到主你的照顾，平平安安，也照顾江妈妈、宝仙姐们。下午我们还有东力兄的入殓及火化礼拜，以后还有告别礼拜，求主你照顾一切的程序都有主你的恩典同在，你的爱满满的浇灌，让我们知道主我们能够为你做的是什么，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奉你的差遣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使命。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弟兄姐妹平安。有的现在已经 COVID-19 慢慢解禁了哈，所以我们就慢慢大家来做礼拜的时候，特别不要握手哈，不要握手，跟隔壁的打个招呼，平安。很高兴看到你，上个很高兴看到你，阮阿姨嘛来啊啦哈，阮阿姨蜜贵啊真哈，我阿姨躲了好几天，现在终于来了哈，真的很棒，很漂亮。我们能为你做什么？我们能为上帝做什么？其实有时候想一想，能够为上帝工作是一个荣幸。我们看到没有？礼拜四，我们在少先兄的告别礼拜里面，我们看到在少先兄有江妈妈，还有少先兄的2个姐姐、姐夫。还有他们从新加坡回来的雨丽、雨倩、雨芳，还他们的这些亲友很多都是未信主的人，但是尤其江妈妈全程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看她心上得到安慰，这是很美好的一个见证，也让我们觉得一个很大的感受：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能够陪伴。我们能够相聚在一起，我们能够在主里面，让我们知道主里面我们是一个相爱的大家庭，我们是一个有福气的人。今天的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大家都很熟的故事啊，巴迪买那个瞎子，巴迪买的故事。巴迪买这是一个瞎子，我们知道中东地方的风沙很多，
医疗又不发达，所以很多人从小的时候眼睛就有问题耶，然后慢慢的就瞎眼。所以那个地方的人瞎眼的很多，医疗又不发达，所以那个瘫痪的能够变衰耶很多，甚至那个地方因为很多受到很多精神压力，当时的魔鬼猖獗，所以凡是鬼遇到鬼身体精神不好的一大堆啊。所以这3年半以来都是医病赶鬼啊。他做了很多的事情，所以耶稣大家都知道，拿撒勒人耶稣这个人的名字，大卫的子孙耶稣这个名字，大家都知道，他有 power， 他能够医病，他能够赶鬼，这么一个好伟大的人，他要来做犹太人的王，他要做弥赛亚，做一个救世主，哇，永代王啊！耶稣本来是往耶利哥上面的北方的方向去走，但是他反而从耶利哥返回到耶路撒冷，做什么？准备钉十字架。这是耶稣钉十字架之前最后一次的神迹。为什么？他要让人家知道，信、做、求。所以耶稣来到进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什么啊？什么事情啊？怎么这么嘈杂啊？他们就告诉他说：是拿撒勒人耶稣要经过。拿撒勒人耶稣啊，我的眼睛瞎了呢！呼救啊！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可怜我吧！我们通常都是很爱面子，所以你看，我们到一个大场合里面，我们到每个人都讲话轻声细语，有淑女的样子。然后每次到这个场合啊，讲话大声一点。我们小时候只要一吵，爸爸妈妈就说：“今天哪看谁声嘞？不要吵。”我们小孩子一吵，不要，这个也不要。我们都要养成轻声细语，尤其女孩子都要什么 lady 的样子。相对的反正他也没有什么顾忌的啊，他也没有什么顾忌。我是一个要饭的人，我是一个没有人要的人，所以他就开始大声的叫啊。所以蒙恩的预备，我们知道怎么样得到恩典呢？你说我们的恩典，主耶稣都知道我欠缺什么啊？为什么跟耶稣讲？我不讲耶稣都知道，我不讲上帝都知道，那为什么他还这样糟蹋我们，让我们去恳求？其实这是一个相对的。上帝要试验你的信心呢，你有没有真的相信上帝？你有没有真的是相信上帝？有没有去恳求呢？第一叫什么？听见了，他在路旁，怎么一大堆人的声音啊，很嘈杂，什么事情啊？什么事情啊？有一个拿撒勒人耶稣要经过，听见了，耶稣，他第二句话不说，不像我们我们要不要来信耶稣？畏畏缩缩的，你有没有信主？中午要吃个饭，要祷告，好多人在看呢。阿门。祷告半秒钟就结束了。人家的巴底买大声呼救啊！这我们圣经有374首，我们唱一次。一边你们想他的歌词讲什么？两地救主分下的救，见你那悲悲最大，看风高兴你要谢谢，见你那悲喜修好，救主结果就被有力，你我休息在变化，家当花叶随时。那个下面来，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但是上帝问以赛亚说：“谁能够帮我去做工？我要差遣谁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今天不是来坐着礼拜，坐着那个做礼拜，而是我们要出去，有没有做？
做礼拜完之后，我们要行动，又有那个做的行为。很不好意思，我这个礼拜要做给头长老，这是已经第几次穿的我都不知道，因为我们几乎每天都在改我的PowerPoint。我在想说，圣灵怎么在引导着我们？我突然9点多把一个讲道到最后做一个定稿，到9点半的时候，我准备去洗澡。我太太说现在洗澡，她也是忙完了。她说打开电视一看，哎呦，又一个猴痘高刀就是那个天花。又开始要流行了，我太太突然问他：“怎么又有这种事情？”他突然就一个念头一直跟我讲，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时候，他就一直跟我讲。人家问他说：“末日什么时候到？”他说：“我不知道，只有天父知道。”那是什么时候啊？他说：“只要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多处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前头，灾难的起头，灾难的兆头，灾难的起因。对，想到说，以前不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跟我们现在的情况不一样哎。我们现在的俄乌战争是什么时候发生？在瘟疫期间发生哎。我从小到大还没有经历过戴口罩戴这么久的。我们口罩从平面戴到现在已经有鸭嘴的口罩了。我们没有经历过这么久戴口罩，我们人与人之间都是戴着口罩在讲话，已经2、3年。当然有些国家解封了，连口罩都不必戴。但是这个病毒苦毒我们多久呢？我想那个余力以前你们回国都知道被关了多久呢？关了才出来。人家新加坡是先解封，但相对的，这个病例病看完之后，不管是那个现在那个我没空的我没空的那个 B4、B5， 我没空的 B4、B5 又来了，所以猴痘又来了。虽然说现在目前传染力不强，但是谁知道它传染力会不会强？我们现在会怕，变成我们的生活开始在紧张之中啊。我记得我刚去台南的时候，民国84年，1995年闰8月。他们就说：“那是末日要到了，大家跑到贝里斯，一大堆人跑到贝里斯啊，很多的传道者来找我啊，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说：“不可能，因为末日只有上帝知道，你怎么可能知道？”他说：“我们用圣经去推测的。”我说：“圣经有推测，还有飞碟会，根本你不可能，我们人不可能会知道。”但是我突然看到这个兆头民攻打民，同时瘟疫发生。同时发生什么？这是事件让我觉得什么？乌克兰是世界粮仓呢。黄小玉、黄豆、小麦、玉米生产最多的是哪里？乌克兰呢。现在的所有的物价都上涨，连买面包都贵了，所以开始有饥荒是因为这个战争以前战争当然会有饥荒，但是都是局部分的，这次是全世界。那时候美国有极端气候，我昨天写一个感慨，昨天早上热得要死，突然我那个大雨这个像什么？像打雷，乒乓乒乓乒乓，像世界末日。我太太问我说：“这个怎么了？”那这个打雷完下完雨之后，我们看到什么？天气一片晴朗，热得要死。我一直觉得说，世界是不是末日到了？可是没有吧？你看，我们经过2000多年的一点动静都没有，但是不要忘记2000年在天国如2天了。世界末日到了没有？我在想说，我们是应该更加的警醒啦。这是过教会，我爸爸的时候盖的，不是我爸爸盖的，我爸爸在的时候盖的。那个教会里面有一个钟连现在没有了金刚在讲。不啦，没有。我爸在的时候他那个有一个绳子，你要做礼拜之前，当当，听起来就是觉得你在里面的人本来很嘈杂，听到钟声全部都安静下来，好美的一件事情。听见了，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图，这是什么？这是我们埔子教会老的埔子教会以前的2楼也有一个钟，那个钟也是一样，要做礼拜之前就会有一个。当值的长子们就会去那边来空，全部人就安静下来。
听见呐、上帝告诉你呀、要做礼拜了啊！大家安静，准备心呐、要做礼拜，这是多美的事情！但是别忘记啊，听是要听吗？要听对，不是人家跟你听，哎呀，不要去做礼拜，我们去玩，不要浪费时间，去做坏事情，去吃喝嫖赌，那也是听哎，听要听什么？听正确的，听主耶稣的声音。主耶稣说：“我的子要听我的声音，听主耶稣的声音。我们要辨别，是神的声音，是主的声音，还是一般魔鬼的声音？魔鬼会困扰你哎。夫妻之间的经常听到一些风风雨雨哎，有些认为，我告诉你，结婚不是那么简单嘿。夫妻在一起呀、不是。”甜甜蜜蜜就是王子跟公主的生活一辈子哎，不信你去问雨莉，哎，雨莉几个小孩？2个、3个，2个小孩。夫妻之间吵架是正常啊，吵架以后还生活一辈子才是光荣啊。没有夫妻不吵架，只是慢慢吵到最后懒得吵架了，开始觉得说没有。就像我的太太，我全夜回家吃我太太煮的，不管她煮的什么东西都好吃。比我在外面应酬好，所以我外面我不做任何应酬。夫妻之间要慢慢磨合，这就是爱。爱不是一下子就全部说我就爱你，就全部的爱都全部都成立，没有，要经过慢慢的磨合。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听那个正确的声音，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对的。没有什么叫意气用事，人世间只有一瞬间，这一瞬间之中，你应该选择那最正确的抉择。所以我们要知道，无论向左，无论向右，我们要听从主的声音，因为主的声音在我们的中间，而且圣灵来要教导我们什么是正确的。这个是安慰师，还有是指导我们、扶持着我们。我们的圣灵充满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所走的每一步路都是神所喜欢的。世界上最容易、最难的职业是什么？当部长，当部长很累，看起来很光荣。可是我觉得其实是很累，当总统，好光荣，总统有什么好光荣？总统累得要死。我们大家讲说，哎呀，是你当不到总统，你吃不到葡萄酸。说真的，他实在是好累。我觉得世界上一个最容易又最难的职业叫什么？叫先知跟传道者。为什么？先知很容易嘛，上帝跟你的启示说，哎，我不是先知哈，不要把我当作先知崇拜，我不是。先知只要上帝跟你传达的信息，你忠诚的传达给他们，容易嘛？不要有自己的思想，不要有自己的意见，不要有自己的意念。什么叫传道者？忠实传达神的话语，不要自己制造一套让大家猜不透的圣经，甚至这边拿一张，那边拿一张，就把它组合成一个什么某某的神学，好奥秘哦！一定要这个牧师的讲道，哇，这个牧师讲道好可爱，好厉害啊！连续分成40讲，哦，每一讲越来越精彩。其实我觉得你们去背京剧就好，从下个月开始，我们就每一次我们现在教育在背京剧嘛，我每次就拿一个京剧出来做一个讲道题目。每句神的话都是非常的好非常值得你去欣赏但是为什么它最难？因为有时候我们人的欲望上帝说，你要为我而舍去你的一切工作，你要为我而牺牲你的时间，你要不要去？上帝说，你可以当部长，但是你当部长的话，你就没办法去做礼拜，好难呢，一辈子才当到1次部长有没有难？难哦。我当监委的时候，我当法院院长的时候，都跟他们讲一件事情：礼拜天我绝对去做礼拜，不要跟我安排任何节目，安排任何节目我就不去。他们都知道，很简单嘛。有时候到不了，我到不了不当啊。全对我不是那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能够敬拜上帝，那是最重要的事情啊。而不是因为名利的问题，因为人家是因为你的地位来崇拜你。我到平安园的时候，有时候看一看都非常的安慰。我们基督教的牧业有一个很大特色，全部的人都是同样的平面，每个人都是一个版，没有人说哦，这个是比较当过长老的，这个当过牧师的啊，这个当过什么，全部都一样。在神的面前，在我们这里面的人，全部都一模一样。
没有谁比较大，没有谁比较小，在神国里面全部都一样，只有一件事情：你有没有得救而已。有得救的人，有没有得救的人，全部都，每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在神的面前都一样。所以很重要的，我们要怎么去做呢？我们真的是要听主的声音，一切顺从。听啊，让顺从啊，神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第二个问，啊，这么多人要开口问，我们有时候传福音的不太敢呢，连拿个传单给人家都畏畏缩缩的。问，要勇敢的去问，要勇敢的去问，哎，谁呀？谁来了？我们听到很多的声音，什么追求啊？要去问，去追求耶稣来，让我赶快去。人这么多人，拼命要挤进去。我虽然已经看不到，我拼命挤进去啊。第二个门徒的历程是什么？很重要的，门徒啊，要呼救啊！神啊，大卫的子孙啊，大卫的子孙啊，我已经看不到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大声的呼救啊！有时候我们太面子啊，我不敢讲啊，我们不敢跟人家讲我们是基督徒啊，好没面子的感觉啊！你要勇敢的讲，大声的呼救啊！这样神才会转过来跟你问一句话：我能为你做什么？耶稣知道他要什么，可是他还是要问你呀、啊，看你要不要怎么去回答。所以要怎么样？大声的呼救。我们要勇敢呐、啊！什么叫勇敢？我们要排除困难的追求耶稣。这是宝萱姐来的。宝萱姐出生在一个拜偶像的家庭。好，其实我们不能讲说拜偶像家庭，也就是说，她出生在一个未信主的家庭。她的先生是盐水，我在盐水牧会过。盐水很多的有钱人是大家族。在她做一个人的做人媳妇的。在一个完全不信主的大家庭，做媳妇很难做因为有很多的规矩尤其他们对死的这件事情有很多的禁忌要怎么样？就像我那个大逼的大逼那个阿嬷死的要49日，49天，每一天都要办很大的盛会，我都觉得说，人死了以后是为了活的人做祭祀，还是为了死的人做祭祀？宝萱姐很勇敢在便船里面跟先生传福音，跟他介绍耶稣给他认识，跟他讲认识。在5月15号，他先生决志信主。过世之前一个多月，差不多是将近1个月。那之后因为现在有 COVID-19 的关系，我们不能探病，但相对的有几个人可以围在他身边，所以他在过世之前几天，我们是每天跟他做礼拜。你会发现到一个决志信主的人心中反正变成很快乐，充满着平安。我们做礼拜虽然他是带着夫妻气我们在那边唱歌，我们在那边读经，我们在那边端讲，我们在那边祷告，他一直阿们我们就听他一直跟我们阿们，一直很快乐。然后我们跟他说我们要走了张一香 goodbye， 好高兴，手举不太起来，但是。就是那个样子，你会觉得说他心中好满足、好快乐。尤其在过世之前1天，宇倩已经 PCR 进来了，然后我们看他已经不行，就是已经弥留状态。但是那一天我们就发现到说神很奇妙，我们都觉得说他应该听不到我们在讲什么，我们在那边说那我们来做个祷告。祷告完宇倩在这里有看到我们以为他都不知道我们在祷告什么，突然他跟我们讲阿们，我们自己都吓一跳。神在他身上做工，阿们。所以你看他过世之前、过世时候的那个容貌，非常的安详，得救。宝萱姐就做什么？勇敢的去找他先生得救，而且她要去说服她的婆婆呢。要说服他的这些亲友，他的应该算是姑姑嘛，要说服姑姑，还要说服他的那些亲人，全部都是未信主的人，要说服他们说，让我的先生能够信主在一起。所以他的婆婆讲说那我，公公跟婆婆在一起宝萱姐要跟你的先生在一起，勇敢，我们要勇敢，借着时间，借着各种机会做什么？传福音。所以人家说你不要叫巴迪百做什么事情，
越发大声啊！如果今天人家就跟宝泉姐讲说，我们是拜偶像的呢，先死掉哦，个做起的，做70、49日的，这个你唔通她是媳妇人家的媳妇两个姑姑就来跟你讲，跟妈妈过来讲，宝仙啊，你唔通阮少先是迄个信不的哦，你死到我爱甲拜，你唔通过来信你基督教，没有他一再说服他，就江妈妈接受，而且江妈妈是从头到尾连到平安园他也去而且我问他，你心里有没有觉得很安慰？他说有啊。一般的人没办法接受他是有他可以接受。所以宝泉姐说，困难越发大声，越发大声，我还是做，那结果呢是很美的。那么大家都知道，当兵有兵变，在台湾当兵的时候，以前当兵是不能回来的，就像我去马祖当兵，我就不能回来，所以每天写信。他有一个女朋友，他就很怕兵变，那个女朋友就跟他约定说，只要你写满1000封情书，你回来我就嫁给你。1000封，他每天就写，每天写，然后最后一封，因为那个都有传奇的问题，他想说最后一封我亲自交给他。等到他回到台湾，因为遇到一些台风，所以传奇比较慢，拖了1-2个礼拜，要回到台湾，他看到女朋友，他女朋友很高兴，他说我女朋友就说，你写的每一封的情书，我都有编号。有1000封了吗？对不起，你刚好写999封，差1封。在这里啦，在这里。他说：“你跟我讲说退伍之前要给我写1000封，你已经退伍了呢。”没有了，我有一封，我想我亲自交给你。他说：“已经来不及了啦，999。”政委，你写几封？你的比我差，我告诉你，我写是整本的呢。你要学，我告诉你，这怎么办呢？999，我这里有1封了，你不用说来不及了啦，我已经要嫁人了。你这里要嫁人了，就拿出一个喜帖出来，这是我的喜帖，拿给你吧。他拿了喜帖开始哭，怎么会这样？女孩子说：“你不打开来看吗？”好了，我看是谁能够娶到你，那么幸运一打开。男方新郎是他的名字他愣了一下，女孩子跟他讲说：“日期你不填一下吗？”我们有时候就是求啊，不甘呐，我们要锲而不舍。第3个，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这是最重要的。以赛亚书里面讲说，主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我要你为我做什么？”我们经常在讲说，主耶稣啊，我能够为你做什么？更重要的是，你有听到主在叫你吗？你有听到主的呼声吗？你有听到主的呼救吗？主说：“你要为我去，你要为我做你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有时候听到主的声音，我们要有信心的恳求。有时候我们想，奇怪了，我祷告那么久，那上帝怎么不听我的话？我一直祷告，我听，我在祷告，上帝还是没有听。这个祷告不晓得有没有用，越祷告心越虚。好了，上帝啊，我今天祷告跟昨天一样，昨天祷告跟前天一样，前天祷告跟大前天一样，我祷告都一样。上帝听不听随你的啦，不要忘记，新的起的是什么？我们所看到那个巴提买跟主耶稣讲什么？主啊！很简单我不要金银财宝，我不要什么做大官，我不要什么权贵，我要能看见呐！主啊，我要能看见。我的要求就是我要能看见。有时候我们跟上帝开药单开了一大堆如果重要的话更多，开一大堆药单上帝你要全盘全收，我不晓得上帝是你还是他。我们就开药单给上帝
我今天突然看到这位来的时候，我想跟这位讲，都说你看亚当，上帝，我告诉你，我现在结婚了，我要一栋房子，我要提高我的薪水，我要跟我太太相爱一辈子。我太太现在每餐煮的都是比师傅煮的更好吃，我要可要当上帝说你少来。上帝要的是什么？你的心呢？我要能开心，就这么单纯。我希望我的生活就是一辈子平淡幸福。就不这个很简单的事情只要你把一切的欲望放掉。所以主耶稣说，你可以看见，因为什么？你的信，你的信救了你。我们所看到的，哎呀，伯拉罕的信、耶伯的信、挪亚的信，还有一个以后我们找时间特别来讲，以诺的信，跟上帝同行300年呢，他没有经过死亡的阶段，他直接上帝接他过去。跟上帝同行300年，整个家庭是这么的信主。我们所看到主耶稣的里面，所有他所拯救的，不管是百夫长的仆人，不管是瞎眼的，不管是那个摊贩的，不管是那个血肉的妇人，主耶稣做的都什么事情？你的信救了你，你选择最好的福分。就是我看到宝泉姐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少先兄选择最好的福分。你想想一瞬间呢，如果你没有鼓起勇气的话，才1个多月，你没有鼓起勇气的话，今天少先兄就在那边养走了，那怎么办？我看你们最起码你们3个女儿心里一定很难过，爸爸就在养。我们让他得到最好的福分呢。那是永生的一个盼望哎，所以有信心的也有行动哎，所以我们看到信心跟行动，雅各书第2章有空你们看一下。然后第2章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我们说啊，你们祈祷了一大堆啊，你们都没有行动做什么？有信心没有行动就是什么？就是什么？死嘛。27节告诉我们，身体没有灵魂是什么？是死的。有信心没有行动也是死的。所以一个人啊，一个很富有的人，每天他说一信主以后，他就很虔诚为隔壁的祷告啊，神啊，求你怜悯隔壁的，他家很穷啊，让他最起码3餐能够吃饱啊。那他现在太太也生病了，求主你给他一些钱，让他能够去看医院。求主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他的女儿在旁边说：“爸爸，为什么我们不拿一些钱给他？”我们家有钱啊，他又不要多少钱，我们拿一些钱过去给他，比我们祷告那么久更好吧？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反正我祷告做是上帝的事情，我们为什么说能够做到？我们先做嘛，做不到，上帝自然就会去安排啊。没有信心的祷告是死的。如果你向神求助，神没有给你的话，就表示说神相信你的能力耶，是你做得到。如果神没有帮助你，就说明神相信你的能力。但是如果你向神求助，神觉得必要的话，他一定会给你这些东西。人生只有走出来的美丽呀，没有等出来的辉煌。不要坐着等啊，等出来有什么辉煌？你没有走出去呀，走，你要真的把你对主耶稣的爱全部走出来。所以这个世界不是你能做什么，而是你应该做什么。我想你记住这句话，上帝告诉你你应该做什么。有一次大地震有一个小孩子在废墟里面，哇，实在没办法抢救，那个很危险啊，那个楼快塌下来了。结果消防员奋不顾身跑进去，大家说不要了，你可能会被压在里面。他还是跑进去，很久，看到他背一个小孩子出来，哇，大家松一口气。他背出来以后，这个消防员，这个救难人员就消失了。之后才知道，这个小孩子家人都全部罹难了。这个小孩子是一个富有人的家庭，家里非常的有钱，所以相对的他非常的有钱。大家看到这个小孩子出来以后，那么市长就决定说，看哪一个家庭抚养他，因为抚养他后面有一大笔钱可以运用，所以很多人想抚养这个小孩。所以市长说，那我们就干脆来召集大家做个会嘛，让这个小孩子决定说他要去哪一个家庭。
哇，好多人都来了，好多也很富有的人也来了。说我要那个这个小孩，我要那个这个小孩子，大家那边争相说我要那个这个小孩子，因为这个小孩子背后有一大笔钱。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人慢慢的走进来，身上全部绑了很多的绷带。他慢慢静静的走到小孩子旁边，小孩子看到，哎，阿伯是你哦，跑上来抱一下，这是救我出来的阿伯啦，我要跟他在一起。他只是一个救难人员呢，这么多有钱人你不要，他说他是真心爱我，他把我救出来的时候跟我讲，你不要怕，我有在。我看一直塌下来，他叫我说没关系，我一定会救你，救到底。我要跟他在一起，我要跟他在一起。这些救人员讲说，我要抚养他，然后他的财产对我来讲不重要，就市政府去托管吧，因为我要的是这个小孩，我愿意抚养这个小孩，是因为我爱他，我愿为你去，我要的是他，我要的是他。大家随我来唱，我愿为你去。用生灵与我为请各位起立，大家站起来，一起来，点hoàn手来，点hoàn手，引我进，大声来出来，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小事，考日为小事，靠你的恩典赞美，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小事，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使我们看万事为损失，叫依靠你，受苦都是小事，让我们愿意为你去。当你说谁差遣我，我们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能够为主做的是奉主的名出去传主的事工。求你的爱浇灌在每个人身上，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真正成为主耶稣你的门徒，
让我们为主你的名将福音传播到地极。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要用感恩的心来奉献，请丝线的执事来服侍。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奉献的诗歌。请坐。这是咱要来报告。伫报告内先，咱要先用咱今日本周的金句来做伙来念。今日咱要念的本周的金句是记载伫新约圣经路加18章41节到42节的一段圣经节。请在座的兄弟先对我用台语来念一解。爱我叫你说啥物？伊就讲：主啊，我爱对着看见。耶稣甲伊讲：你通得着看见，你的信有救你。过来，咱要用华语来念一解。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路加福音18章41到42节。主日圣工轮值的名单，请后礼拜轮值的长老甲执事，大家来注意。继续，咱要做消息的报告。伫消息报告内先，我有这要介绍，咱今日应该是毋是讲新人啦，就去今日来咱教会是咱等下晡可能要参加活动力弟兄那个入殓式的时候，他的家属请那个家属有5位，好像老板，就是里面的话有那个他的大嫂陈宝柳女士，还有他的外孙陈天心，还有他的儿子侯家雄。这边可不可以麻烦让大家看一下？嗨，他们现在目前是在城中教会哈。那假设有机会的话，也欢迎你们到我们教会来，谢谢。请坐。来的话也是要，我想刚才蔡丁豆也讲了很多，因为这次去参加少先兄的告别式，我真的很感动，而且找到一个亲人，真的是亲人。在 program 里面，我发现伊也是台南县咸水镇的人。阮母啊，可能即马在线上，伊讲啊，然后我刚才讲说江妈妈既然跟我妈妈同年。姓吴，
真的盐水镇真的是一个非常很难传教的地方。我蔡长老讲的是啦，台南咸水因过是台南县的重镇，有个咸水港，就像淡水一样，是个重镇。我丁日本时代的时候，只有盐水有制糖会社。我想糖的话，在日本时期的话是个重要的经济作物。但是为什么盐水的话后来没有发展？不像新营一样，因为它迷信。当初高速公路要经过盐水的时候，那边的人反对，因为他怕会破坏风水。所以你就知道盐水人真的很难传教的。我的阿公以前是盐水教会的长老，他要出来竞选台南县县长那个县议员的时候。大家说唔好选到这个人，因为是基督徒，应该那选这个人，因以后吼神主牌也无人拜。盐水镇是这样的地方，但是这次真的很感动。我们的宝轩姐，既然把我的兄弟能找回来，还有我的应该讲说。我的兄弟的妈妈江妈妈也找回来。我那天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发觉我去的所在，伊拢知影，连咸水制糖学社伊嘛知。伊讲伊两个小弟拢伫遐咧上班。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请宝轩姐来跟我们讲几句话？各位兄弟，真的很感谢大家。这次我先生他的就真的是很奇妙，上帝有他的旨意和他的时间。之前怎么为他跟他说大家一起祷告，他都不肯。我连那个周报拿给他看，他都给我推开。那刚好就是上帝真的是他的 timing 真的是很奇妙，所以真的很感谢主，也感谢主说我先生这一次可以认识到主，然后他也感受到上帝给他的平安，他也觉知，让我们全家我们的孩子都很感欣慰。那这次也是很感谢蔡长老那个叶长老。还有教会各位弟兄姐妹的帮忙，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忙的话，我觉得我会很害怕，因为我从1月份到5月份每天都进医院，一个人承担很恐怖。万一他晚上怎么样，我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然后家里还有一个老妈妈，还好上帝也派遣我的女儿回来，这些都是真的给我很大的力量。感谢大家，谢谢。我想，那个去山上送别的时候，我跟江妈妈特别讲了一句话。我说，因为你儿子的决志，你已经不再是外人。你甲阮中兴教会所有的会友，都是一家人。我会跟江妈妈讲。以后若有伊毋是去山顶安尼送完以后，咱就无关系啊。因为咱甲江弟兄的关系，咱诚做一家人。所以我请江妈妈吼，有闲个定定来转来咱厝里，甲咱做伙。然后，那个少谦兄的2个女儿，虽然你们也是常常在新加坡，有回来的时候，转来这是恁的厝，吼，然后行行的。好。接下来的话，我们做这个消息报告哈。那消息报告的话，这边简单报告一下就是，第一点是咱下周日7月3号要召开定期中职会，请中职准时参加吼。啊，会友若是有一寡新的提案，会使进行吼，向本周的那个轮值的那个长职吼提出，然后再来第二季的那个圣经填充卷吼已经完成的弟兄吼，会使伫后礼拜7月3号带来教会吼认证啊。最晚的话吼就是
在下周的话7月10号。那再来就是7月到9月的那个圣工分担表的初稿已经在那个后面的那个公布栏。那针对上面的轮值的一些同工若是讲时间有无拄好的，会使找严长老做调整。后来7月份的那个轮值长职的话，是我跟那个许贝如执事。然后主日学7到8月的一个老师的话是郑慧文姐妹，然后陈静慧，还有陈慧宇，3位，我们麻烦他们来为主日学的同工事工来奉献。然后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为肢体交通跟一些代祷事项。然后我们今天等下请各位来做一些代祷的部分。第一个的部分就是，我们活动力弟兄这7月18号，礼拜六凌晨2点的话，以安息主怀。那今天的下午我们会在第2殡仪馆举行入殓跟火化礼拜。那请为家属代祷，求主安慰家人的一个伤痛。那再来就是我们也特别为这个礼拜的话，我们特别为洪宗义、黄碧月、洪兆荣、洪义杰、洪宇、洪瑞琴这一家，还有陈立香、黄凯、黄子杰，特别是黄子杰的话，现在刚从大学毕业，然后希望能够在美国能够找到合适的工作，的事情，我们等一下为这些事情来做代祷。那当然也为自己，假如是身边有些需要代祷的事项的话，我们也可以等一下为自己身边的亲友、个人来做代祷。我们现在起立来为这事情来做代祷。咱这时要来吟上吟信诗387首，因光归信爸上帝。上吟煞，咱要请林牧师来为咱祝祷。阿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正统，以及圣神的相通，时时刻刻甲大家三甲之地，对即时起，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咱默祷闭会。是咱要行平安礼，请大家起立，来你左右前后的会友报平安。